看到这个台北市的市场群聚的感染，嘛引发着各地市场的担心。彰化县有11场的批发市场，其中园林甲溪湖果菜市场拢是重要的交易市场。大港货运是安尼落南就北，就惊去互病毒来侵入。除了大港来消毒，嘛甲水果来包膜啊。县政府即摆嘛替市场争取着疫苗，要互11场批发市场总共2160个人，都为今仔日开始来做预防射。全部的水果拢先包起来，因为北龙华南市场较真的人数增加，批发市场接触的人真多，摊商嘛惊买着病毒。官府为着保护摊商，争取着疫苗，批发市场的摊商和员工即马拢会使做疫苗。期待很久了，怎么说？然后对啊，终于打完之后，大家都会比较安心一点。对呀。就是找市场都待住，上好安尼啦。运送到桃园转运，那转运根据那个司机，最近我们都要求他一定要有筛检证明，就是阴性筛检证明才能进场。那司机慢慢也会安排试打。彰化县有7个果菜市场、1个肉品市场、2个鱼市场、1个花市场，总共2160个人拢已经完成注册。第一批今仔日下晡肉品的市场人员，摊商拢会使做疫苗，不过传统菜市仔的人客嘛袂少。摊商希望政府会使争取做疫苗。就爱煮啊。阿讲。系啊，无人这么多危险嘛。拢爱煮啊，咱莫害人，人莫害咱啦。疫苗真有限，大家拢想要做。一款莫德纳疫苗有8cc， 做一剂一个人爱0.5cc， 中规定做一罐至少要14剂。这个护理师真厉害，抽第14剂时，搁抽后一剂，管仔的量已经剩无偌济。伊一边存管仔，一边抽疫苗，上尾也成功抽到第15剂。把它换成是1cc 的空针。因为一般抽疫苗的针是3cc， 较会抽到空气，影响剂量。改用1cc 的针来抽，就会使抽甲搁较精、搁较省。互一款莫德纳会使注到10个人，互搁较侪人有机会会当注到疫苗。